日9月7日是记者节，台中市长罗秀燕过去捌伫咱华视做过记者，伊来编出着36年前报气象的影像，嘛录一段即摆报新闻的影片，甲前后的影片甲合作伙来庆祝着记者节。这个画面一铺上网，袂少人赞叹，讲这个妈妈市长拢袂老，做查囡仔时阵真古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晚安。穿眼镜的西装袖啊，挂眼角，留地头装，讲话真端正，感认得出伊是谁。今天除了新店山区和东部地区，伊就是台中市长罗秀燕，伫咧9月7日记者节这天特别翕影片来报气象新闻，而且佮公开30年前，也就是26岁做新闻主播报气象的画片，伊佮甲这两段影像合作伙。观众朋友晚安。今天台中市除了山区下点零星的小雨之外，罗秀燕伫咧做政治人物进前，伫咧华视担任记者，采访过大细议题，嘛捌得到第25届金钟奖电视新闻采访奖，尾也做华视暗时啊新闻气象主播，落尾行起咧政治之路，一关一关过关斩将，成做台中市长。罗秀燕选伫咧记者节这天，抛出当年珍贵报新闻的画片，互大家看到市长无共款的模样，嘛祝福新闻工作者记者节快乐。Hello， 我是冯薇芝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